所以咱来关心，在屏东明阳工厂爆炸事件了后，昨昏举办春节消防人员的追思会，消防员嘛继续伫咧争取租工会，希望会当保障因的权益。二日行政院通过公务人员协会法的修正草案，互消防员会当租特种协会。不过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认为讲，这个草案对人数也有协商的代志，拢有相关的限制，并不是真正的解决。现场默哀1分钟，追思伫屏阳大火牺牲的消防员员工，民众甲白菊花放伫消防帽仔边啊，用实际行动支持消防员筹组工会。现场也发出顾集安、爱公安组工会诉求。其实，在业者在第一优先防灾的这个动作上，却是非常不足的。民间团体也表示支持。地球公民基金会讲，有一寡企业爱钱无爱命，首先受影响受害就是员工甲消防人员的性命。对着这企业是不应该再用忍。好像我出事就叫消防弟兄来打火就对，消防打火怎么会是他的唯一一道防线呢？怎么会是他的第一道防线，又像是唯一一道防线？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，成立10年以来，提过各种的问题，想要让社会更加安全，消防员更加保障。不过政府也是无听入去。虽然行政院2日通过公务人员协会法修正的草案，减少会使筹组特种协会，不过人数的限制，涉限协商事项，可以无多认同。警消、预政、灾害防救等事项哦，如果这个东西是和这个执行安全有关系，它就不得来进行协商。那通常这种东西呢，都是会由主管机关来进行认定。所以其实有这样子限缩的文字，我们是非常不能够理解的。对着不可协商的事项，促进会烦恼真侪改革的障碍，呼吁政府会使互消防员组工会检讨现行体制缺失，甲政府来对话，达到真正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